以赛亚书62章第1节到第5节。第1节，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，我袂恬恬；为着锡安的缘故，我袂静静。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，伊的拯救亲像火把得倒。耶路撒冷啊，万国拢要看见你得胜，万王要看见你的荣耀，人要用新的名称呼你，是上主本身甲你号的。你是上主手中上水的花冠，是你的上帝手里的王冠。你袂阁互人叫做受弃杀的，你的土地袂阁叫做荒废的。人要称呼你做你是我上喜爱的，甲你的土地叫做有归属的，因为上主喜爱你，你的土地会有归属。亲像少年人带少女，你的子民嘛会安尼疼惜你；亲像新郎喜爱新娘，你的上帝嘛会安尼喜爱你。